伫个家人有一个姓陈的男性，伊欠人18000块的交通罚单，结果厝去互人拍卖了后，这位男性煞来申诉，讲处理的庭事有问题。虽然讲这法院买手是甲伊撤销拍卖的处分，不过即马颠倒是变做新厝主来画冤枉咯。法院是认定讲，其实是执行事有违法，所以甲伊判国赔74万。 大50多年的家人祖厝，因为囡仔无交交通罚金18000，3层楼的祖厝说互法院拍卖，一家伙走总提异议，到尾执行署依然分数撤销处分。啊，毋过一个姓林的查某人，早就用135万外得标嘛缴清价金，完成移转登记，甚至阁找好买主收定金啊，要以210万块脱手。厝的所有权讲无就无，互伊起价提行政诉讼。法院认定依然分数有违信，判国赔744600块。 拍卖程序已经终结了，那所以他撤销的这些行为呢，事实上都是违法的。买到这个不动产之后呢，他另外有要卖给别人哦，那中间这个差额就是所失的利益呢，有744600元。协判国赔的理由合议庭是讲，行政执行制度有高度公益性，尤其是法院拍卖，必须要保障拍卖人财产权甲交易安全。 行政执行法嘛明定，伫所有执行庭事终结了后，债务人都袂使搁声明异议。啊，毋过依然分数伫欠缺法源的依据，撤销所有权移转登记等，建在剥夺得标人财产权，违法是事实。宜兰分署将于收到判决书后，研议是否提起上诉。宜兰分署回应，虽然判决认定撤销拍卖处分违法，都要缴付74万外甲利息。啊，毋过以后要查清楚法院是安怎认定，包含建物的密室情形、损害赔偿、请求依据等等，会阁研究是毋是上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